我叫阿威，係單親家庭長大嘅，由細到大得阿媽一手帶大我。我記得每晚佢都會哼住同一首歌陪我瞓。嗰陣覺得只要有阿媽喺度，就乜都唔使驚。後來阿媽要去大陸返工，一走就係幾個月，因為唔知幾時先有得見，所以每次佢走嘅時候，我都會靜靜喺門口望住佢走。但係佢從來唔會回頭。成個暑假得我一個人，好長一段時間，我都覺得自己係被留下嗰個。唔係唔明白阿媽辛苦，但就係覺得自己唔夠重要。唯一嘅安慰係偷偷錄低咗佢哼嗰首歌，夜深人靜我就會聽翻。中學嗰陣，我第一次接觸音樂治療，我先發現原來一首歌可以接住一個人嘅情緒。嗰一刻，我揾到自己想做嘅嘢，就係用音樂陪伴住每個孤獨嘅人。而家我係音樂治療師，喺醫院同安老院工作。有啲老人家冇人探，有啲連說話都講唔到。但每次彈琴，我見到佢哋嘅眼仍然有光。細個阿媽哼歌陪我瞓，而家我哼歌陪住佢哋。原來當年嗰首歌一直都冇離開過我，佢接住我嘅情緒。而家輪到我接住其他人。